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2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我们先看一个万科的消息。2月21日晚间，万科企业在港交所公告，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地铁集团拟向公司提供借款，借款金额42亿元，借款用途为用于偿还公司在公开市场发行的债券本金与利息，借款期限为36个月。我记得前不久好像是借款28亿，这加到一起70亿。一方面说明这个深圳国资想拯救万科，万科觉得自己还能再救一救。一方面说明什么？说明深圳国资就像这个地保老人一样，叫越陷越深。大家可以往后看，什么叫越陷越深？深圳地铁在这个万科上面，据说已经花了600多亿。那为了拯救这600多亿，还得往里放钱，叫进退两难。放弃吧，那肯定不行，600多亿打水漂，这谁负得起这责任？不放弃，那你就得出血，就得给钱。实际上我认为应该早点止损，这样只会是越陷越深，最后是不能自拔。为什么这么说？最近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应该叫陆挺，他说我们现在不是开发商盖了很多房子没卖掉，而是卖掉的房子没盖完，也就是开发商卖了很多房子，但是房子没盖完。陆挺表示很多人以为房地产市场就像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各种市场一样，如果供给大于需求，就肯定开发商盖了很多房子没有卖掉。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房地产市场更像是远期市场，因为我们有预售制度。陆挺指出在这一轮房地产萎缩之前，90%的新房是预售，也就是我给你钱，你过了2-3年之后再给我房子，这中间就涉及到融资。这个市场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不是供给远大于需求，而是需求已经摆在那边，我们已经买了房，钱也给你了，但房子却没有如期保质保量的盖完。陆挺说，但是然后我们再来看收储的问题，会发现真的有那么多已盖完的房子可收储吗？其实并没有。陆挺指出现在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不是开发商干了很多房子没有卖出去，而是开发商卖了很多房子还没盖完。去年5月，央行宣布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以支持地方收储。陆挺表示当时我就预计这个收储资金是很难被用掉的。为什么？因为央行给地方政府收储设置了非常高的标准，需要的是盖完的房子，但盖完的房子是比较少的。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为了便于管理，他希望收购成栋的房子，这个比例就更少了。关于收储，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说过很多回，这都是那些专家学者一拍脑门拍出来的。你看看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一共3000亿到现在都没花出去，我记得只花了200亿。到陆挺说了他说是没有那么多现成的房子让你收，加上这个地方政府他肯定是要整栋，最次是一个单元，要不然人怎么管理？管理成本太高。但是陆挺的说法我觉得也不全，是开发商拿了钱房子没盖，但是他不是整个项目，这个项目他全部卖掉了，不是这样子的。这一个项目可能70%卖掉了，还有30%没有卖，但是这70%钱又被开发商挪走了，不知道挪哪去了，所以这房子盖不起来。那现在保交楼怎么办？保交楼只能说指望着那30%的房子能够卖掉。他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给银行白名单，银行借钱给这个项目把房子起来，盖下之后银行的钱怎么还？靠那30%没有卖掉的房子把它卖掉，实现销售回款，把银行的贷款给它还上，它是这么个逻辑。问题是现在这30%的房子你也卖不掉，因为房地产市场现在相当于冻结，买房的少，你卖不掉，你怎么拿什么钱还银行？没钱还银行，他就不敢给你贷款。有人统计了说，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来推算，说开发商手里目前压的货值大概在30万亿人民币。那就是说，如果你的销售额下滑太严重，也就是房子卖不动，靠银行白名单给的那点钱呢，就是贷款，肯定是不够的。那这30万亿的货值很多是靠借钱去完成。我刚才说的，你好不容易到处借钱，信托、私募，对吧？地方政府各种腾挪，把钱给你，把房子盖好了，结果你房子卖不掉，债一到期你记得还，你又没钱还，所以信托、私募违约就跟这个有关系。本质上还是房子卖不动。所以说保交楼越往后越难，后面的这些保好的前面已经成功了那没问题，越到后面是越难啃的骨头。有人统计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待开发面积规模相对于销售面积的比例，他认为这个待开发的面积只多不少。他说按照这一存货对销量倍数的测算，全国待开发的土地对应的建筑面积22.2亿平米，假设每平米楼面地价5000元，这个是有依据的，是100个大中城市住宅类土地成交楼面地价，2024年是5000
5425元每平米，这是100个大中城市。那如果算到全国的话，那大概5000吧。那小城市肯定便宜点。这么算呢，那就是待开发的这部分土地成本大概在11万亿。这是人测算的。那这11万亿这个土地本来就很难消化，这不是待开发吗？就是还没有开发，但是地已经被开发商拿到手了，一直放在那儿开发不了。你看现在这个行情，你开发了卖给谁？所以这部分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多，开发难度大，也就是它位置恐怕不太好，周边配套恐怕也差，开发难度大嘛，不具备当前继续推进条件。那怎么办？这个就按照专家的说法，这一部分就亟待收储，也就是你地方政府你把开发商这块地再收回去，这是专家的意见嘛。首先第一个估算了一下11万亿，地方政府有那么多钱吗？专项资金花债才2万亿吧，还是4万亿？就是用于收储的，好像只2万亿吧。这缺口是11万亿。这第二个，这些房子在开发商手上开发不了，那你不把它收回去干什么呢？不就能开发是吗？你花11万亿把这地收回去，你除非你能卖12万亿，那政府就相当于没掏钱。如果说你把它卖5万亿，那还有6万亿，那你政府掏，你政府这钱从哪儿出来的？是我们大头，政府把它变成公园，那不更完蛋吗？相当于你花了11万亿，你盖公园，没有收益，你是化债，你是发债搞来的钱干这个，那你这个债的资金怎么还？利息你都还不起。所以说这个土地在开发商手上它不能变现，不能赚钱，你政府把它收回去，准备怎么赚钱？那你说白了，大头买单，大头要这么买单，你有多少单买不完？第一财经今天有个报道叫31省政府性基金收入排行榜，江苏、浙江、山东稳居前3。什么叫政府性基金收入呢？政府性基金收入就是地方财政重要来源。所谓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照法律规定的法规，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说的比较复杂，实际上一般来说啊，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由10多项收入组成，包含10个方面。我们也不用管它10个方面了，我们就知道它主要是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也就是土地出让收入，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你就记住这2个就行了，也就是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性基金大头。2024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平均比重85%，所以你就这么理解，就是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就是卖地收入，就我们通俗说法，这么理解就没毛病。好了，第一财经根据31个省份预算报告整理发现，说2024年江苏政府性基金收入8097亿元，稳居榜首；浙江6000亿元收入规模排第2，山东则以超4000亿元排第3。我们简单的理解就是这3个省卖地分别排1、2、3。四川、广东、上海2024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均超3000亿元，3000亿，分列第4至第6名。湖北、贵州、北京这一收入超过2000亿元，安徽、福建等8个省份这一收入超过1000亿元，剩下的14个省份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不足1000亿，其中西藏收入最低，仅41亿元。去年收入规模最高的江苏是收入最低西藏的198倍，就是将近200倍。江苏一省政府性基金收入甚至超过全国，排名后15省份收入之后，就是后15个省份加到一起都顶不上一个江苏。排名靠前的东部6省份，也就是江苏、浙江、山东、广东、上海、北京这6个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占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比重1半。我们刚才说了，政府性这个基金收入就是卖地收入，约等于卖地收入。所以说各个省份之间政府性基金收入差异就是各个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差异，这个跟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房地产市场形势、土地需求以及供应状况等息息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产业发达，人口聚集，土地需求相对旺盛，地价相对较高，土地出让收入规模相对较大。后面说，不过受近些年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近些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普遍下滑，这也使得政府性基金收入连年下跌。根据财政部数据，2024年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57356亿元，与2023年相比下降13.5%，与2021年收入高峰2021年达到最高，也就是那一年恒大暴雷。2021年是多少呢？是93936亿，也将近10万亿。那现在只有不到6万亿，所以下滑将近40%。
湖南省预算报告称，全省去年政府性基金收入较上年下降较多，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持续下滑。这个浙江预算报告称，当地政府性基金收入下滑，主要是土地市场行情不及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减少。你看，过气网红城市杭州，每天都宣传土地溢价出让，又是招牌挂火爆。但是浙江省预算说，当地政府性基金收入下滑，主要是土地市场行情不及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到这儿说实话了，天天媒体宣传的不都是网红城市杭州招牌挂火爆吗？哪块地都是溢价出让吗？那怎么办？那还是加大卖地。你看楼市低迷导致也低迷，土地市场卖不出去价格又低，这就又导致政府收入下降，政府没钱，这边还要政府掏钱去收除，就让政府再掏钱把那个开发商手上地买回去。这就本来是要政府卖地的，政府要往出卖地回来钱给公务员发工资，给老师发工资，给环卫工人发工资，他卖地拿到钱发工资。现在不仅卖不了地，还要求他反过来反向操作，就是从开发商手上把地买回去，这对政府来说叫雪上加霜。有人就说了，那你用化债资金、专项资金，那专项资金才3瓜2枣的，够干啥呀？所以说这个楼市是什么情况，大家心里有数啊。所以稳楼市不仅是个口号，恐怕也是一个指标。不管你稳得住稳不住，反正你都承认你稳住了。所以我们最近看到媒体宣传中介暖风频吹，给出来的结论就是房价稳住了，2线城市新房价格也上涨了，不管1线涨2线也涨了。就问你信不信？今天晚上有篇文章说房价止跌，谁在买房？因为大家都说房价止跌了嘛，对吧？2线城市这房价还上涨，那房价止跌谁在买房？网上有这么一篇文章，他说一个出乎意料的真相，很多都是单身女性，说这个单身女性买房导致这个房价止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这文章说，他说前不久和好几位久未见面的好友聚了聚，席间大家聊天，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北漂租了6年房的小珍跟我们说，她要买房了，在北京买房呢。她为什么突然做这个决定？她笑着说了一件小事，因为自己总忘带钥匙，这次搬家半年，开锁匠喊了3次，想着换一把密码锁，但一想房子是租的，好点的得小2000，舍不得帮房东干这事儿。要是自己的房子就好了，密码锁必须安排，那要是密码忘了呢，那不更麻烦吗？他说，于是这样，他开启了看房之旅。你看看，因为一把锁引起的血案，朋友们都开玩笑笑他因小失大。他说买房反正是迟早的事，我可不能拉广大女性后腿，成为61.6%的以外的人。什么61.6%以外，什么意思呢？他说有一份2024年女性置业报告，对女性群体做了个调研，发现有68.8%的女性拥有自己的房产，而且未婚女性已购房比例达到61.6%。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未婚女性买房达到了61.6%。事实上是这样吗？他这文章说，以前都说租房香，不过是女生的无奈之举。他说很多女生在没结婚之前会和父母一起住，还有自己租房住。刚开始租房的时候，大家觉得都很香，既能脱离家庭控制，开启自由生活，价格也不贵，何乐而不为？但租房住久了才明白，在买房和租房2选1的时候，口口声声说租房香的，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他这里面举了很多例子，那种租了房子之后，人家房东要把房收回，各种各样的这个叫不如意，各种如房东的小矛盾，比如退押金，还有什么提灯定损，也类似这种事情，导致你租房不愉快。曾经以为租房可以自由调节通勤距离，还充满新鲜感，却把自己折腾得身心俱疲，使他变得被动，变得很廉价。前面那位女生是因为一把锁，一怒之下要买房这里这个女生是因为跟房东各种矛盾，变得身心俱疲，所以一怒之下要买房。根据这个2024年年轻人购房意愿调查表数据显示说人们不愿意买房，排在前面3大原因分别是：第一，不想背负房贷；第二，不想为买房降低生活品质；第三，现在的房价超出承受范围。3大原因，这个文章开始鼓吹。首先第一个是现在单身女生买房正是天时地利。什么天时地利？也就是国家政策当下因为各种政策优惠，买房背负的压力已经有所减小。比如说什么首套房首付比例降低，什么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什么这个利率下调等等。第二个鼓吹单身女生买房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投资。这买房自住最初是想向父母证明自己一个人有独自生活的底气，现在它变成了我自己奋斗时的动力。遇到难啃的客户、难做的单子，我的竭尽全力去拿下它。这种压力刚好反哺了我的事业。买房投资是因为它是做教培行业，接触学生多，而对于很多单身女性来说啊，即使将来不婚，房子也是他们为自己点燃了一盏归家的灯，是自己为自己打下的江山。这文章说，而且就算以后结婚了，有自己的房子，也不会因为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而争吵。将来再有了娃，小孩还可以增加一个学区选择。现在越来越多的单身女生买房，并不是什么头脑发热，而是他们让房子变成自己进可攻、退可守的武器。房子让他们免于被驱逐的命运，它不是冷冰冰的墙面，而是一个宽厚温柔的怀抱。房子赋予女孩们除了婚姻以外的各种根系。我记得每年都有类似的文章出来，从各个角度会有不同的人群让他们去买房。单身女性是最好下手的，就很少说单身男性去买房的。有没有单身男性买房的？那肯定有，但是从来没人去忽悠。为什么要忽悠单身女性去买房？因为女性更容易感性。这是我观点。实际上该不该有套房子，我认为是应该有的。每个人都应该买套房，这个早晚或许你都要买。如果你不买，那说明你有房，你父母有房，等着你去继承。你总之你得有一套自己房子。在中国现在这个国情下，就中国的这种文化下面，你迟早得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但是是不是现在，我觉得不一定。咱们观点一直不变，就是说你现在该不该有套房，那还是量力而行，根据自身状况。这个不是什么情怀，也不是什么你的一种感性，更多的应该是基于自己自身的这种抗风险能力，一种审时度势的一种判断。肯定不是因为说你老是忘记带钥匙你就要买一套房，也不是因为你租房跟房东遇到了不好说话的房东，所以你要买套房，这个也太感性。当然了，看到文章到处转发，本质上也就说明这个楼市还是不尽如人意还是比较低迷。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忽悠人去买房，去制造焦虑。你比如说最近总是说深圳楼市在涨价，什么杭州房价上涨，上海房价上涨，事实上是这样吗？也可能，因为你不能以偏概全，你不能以点带面。深圳某些地方房价真的恐怕在涨，但是那个跟韭菜有多大关系？上海的房价天天涨，天天都日光盘，这跟韭菜有什么关系？没关系。那个房价的20万一平米，一套房子5000万，这个韭菜你只能是看一看。关于深圳说房价在上涨，有一个 UP 主他有不同意见，这个人好像叫深圳什么小老板，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大家看视频。我再讲一讲深圳今年的就业跟房价吧。我就不知道那些在网上天天鼓吹说深圳房子要涨价的，喊着要救房地产的，我不知道你们安的是什么心，要么就是你脑子有坑，知道吗？会蒙混讲。今年开年我不是要招聘一个销售文员嘛，就一个岗位一个人。你猜从过年到现在我收到多少份简历了？不下400份。你们猜猜现在年轻的大学生们现在主动要求工资是多少？就基本工资给他4、5千块钱那就可以了。就这个4、5千块钱在食盐，在我这个了不拉屎的地方，我这么小的公司还被挤破头皮。你们等行情人说说，小老板有没有在制造焦虑？是不是就这个？我讲的是实情。前几天网上不是一个小姑娘嘛，在工厂那个流水线工人嘛，然后眼圈发黑、目光呆滞打饭的视频火。广东的工厂我太熟悉了，好多流水线工人实际情况比这个更加糟糕。你们真的以为深圳工资很高吗？醒醒吧，真的。深圳占人口比例最多的普通工人的工资是2400 8小时，剩下的全是靠加班，正常工资才2400。加班加点拿命换来的那叫非正常收入。你们看全国是不是上下是不是都一样？你们说坑人不？真的，我建议你们年轻人，如果你没有家底或者没有一技之长，但凡在家里还有一点点出路，最好是别来。你们天天喊刺激消费，拯救房地产，你们就指望那些在深圳拿着几千万工资，交1、2千块钱社保，住10平方人民房的，吃了上顿愁着下顿年轻人去买你们10万块钱1平方的房，然后去建立盘，替你们去还房贷，然后去交社保，养活一大堆退休人员，你这不是在做春秋大梦吗？就这样，看社保还在天天涨，体制的工资还在涨，一些人退休后什么事不干，一个月拿1、2万，居然还在涨。我告诉你们，马上
交社保的人比拿退休金的人要少了。你看后面这场戏该怎么演？我现在终于理解年轻人为什么要躺平，不结婚不生娃了。这次投简历的居然有很多都是在老家教书的，好多老师。为什么？因为孩子没了，学校倒闭了，老师失业了。就这样，你们还说房子要涨，让别人去抄底，你们安的是什么心？你说让人家拿什么去抄？我这次回老家，发现人城光棍越来越多，我有朋友就在感叹了，说抗日战争打了8年，他们家没绝户，后来扒房子去抬缝纫机，也没影响到他爹他妈的结婚生娃的决心。没想到到他们这一代，买不起房，那就讨不到媳妇，然后他们家绝户了。这是什么事嘛？你说嘛？好了，谢谢点赞关注。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比较比较贴切实际吧。这网上动不动就是月入几个 W， 年入100个 W。你要在社交媒体上，你说你一年赚个几十万，那都丢人了，拖了后腿。实际上，真的你要在工厂打工，你要一个月赚5000，那真是累得眼冒金星。你送外卖，你一个月赚5000，你说说，你腿都跑细了。开网约车，你要一个月赚个1万块，恐怕便秘吧，一身的病吧。实际上，月入3、5千是很多中小城市的常态，那个才是主流。这些收入不能增长的情况下，你老说房价涨，它怎么涨？香港的房价很高，人家按平尺算，但问题是香港的人家收入也高，人家保洁一个月差不多也得3万，也就是我们的房价收入比，对吧？这个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盲目的去买房，或者忽悠别人去买房，忽悠说房价要涨，这都是不道德。加杠杆买房，这个也是冒风险，这属于一种赌博。如果我们的房价收入比在下降，对吧？这个时候你说那就出现了转折点。也换种说法，就是我们的收入在上涨，这是房价不动，这个时候恐怕就越来越多人去买房。但是现实是我们的收入在下降，工资在下降，裁员降薪，这是比比皆是。你找到一份工作也不能长久，在这种情况下，房价怎么能涨呢？你涨了谁去接盘呢？所以说买房恐怕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但是是不是现在买，这个还是要自己把握好。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